嘉义溪口伫2018年捌做过庙口文化调查，发现讲伫较早溪口的14个钟头内面，捌有23个武馆，甲台湾的武术历史是有正深的牵连。乡公所开3档时间替溪口的武馆翕纪录片，希望会当保存在地特有文化。 溪口乡公所请人甲西镇演练的过程翕落来，希望记录在地武馆文化。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讲下个事实了解讲，这些无人教，咱大家会当看这纪录片来学。川呢，要有这款武术的文化，会当佮继续甲延传落。负责这届纪录片规划郭英德博士讲，因伫调查的时阵，发现溪口的武馆文化传统佮多元，甚至伫台湾武术历史的发展，嘛有正重要的地位。报给啊，这个系统，那么在溪口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佐证。那这一个不佳的这种武馆系统，实际上它也就是影响了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西罗七欠。因为这边人口老化，然后年轻学子都外流，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文化保存之后，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学校。阮这聚会人，我拢感觉讲这紧慢的长长的，对这个我拢感觉讲真可惜。乡公所表示，目前乡内武馆各有10间，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，学的人愈来愈少。透过3年的时间来拍这支纪录片，毋但希望保存传统的文化，嘛希望会当予熟悉明白在地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